喺課堂運用戲劇手法，好多老師都擔心會好花時間，又或者唔知道點樣進行先至可以確保到課堂有秩序，唔會出現混亂。呢度我哋就介紹4種可以好容易咁喺課堂裏面運用到嘅生又或者係師生互動模式啊。首先就好似我哋會用一啲圖片嚟到協助學生明白一啲名詞一樣。如果想學生明白一啲動詞，甚至係副詞、形容詞，咁只要老師用自己嘅身體嚟到做示範，好快就可以令到學生一睇就明白個字詞點解。除咗字詞，用喺讓學生了解人物方面都可以好有效㗎。有時有啲內容可能親身經歷一次就會對了解好有幫助。例如文言文常見嘅主語省略，只要演一次呢，就可以知道究竟係邊個喺度講緊嘢啦。呢個時候可以用全班都可以一齊參與嘅全體同學肢體活動。同學們留喺自己個位度，按照住教師嘅指示一齊做出動作。做完之後，老師就可以拆解相關嘅知識。留意嗰啲動作嘅指示一定要夠具體、簡單同埋清楚。仲有記得一定要係一啲可以做到出嚟嘅動詞啊。至於一啲比較複雜嘅概念，未必可以透過1、2個畫面就睇得到。例如係一啲人物嘅互動過程，呢個時候可以用旁述戲劇嘅做法。老師請幾位同學出嚟做示範，老師即席提供旁述。咁而嗰啲旁述同時亦都係指示。我哋請啲學生聽到指示就照住做出相應嘅動作，又或者跟住講出嗰句台詞。咁即使唔使花時間排戲，老師都可以確保佢能夠掌控學生演繹嘅內容，從而之後可以解構出相關嘅知識啦。如果要教嘅概念比較複雜，但係篇幅又唔長，例如係一啲隱藏喺字裏行間嘅情感，又或者係啲心路歷程嘅變化，咁亦都可以考慮俾機會全班同學一齊參與，等人人都有得演下戲。方法可以係2個同學一組，咁2個2人組咧就形成咗一個大組。老師只要準備2個唔同嘅演出段落，請大組裏邊嘅2個小組分別準備1個段落，咁跟住佢哋就可以輪流演俾另一組小組睇啦。採用呢種合作學習嘅生互動模式，我哋可以讓全班同學同時進行，咁就可以確保到每一個同學都可以有得參與啦。